们今天呢用了找到幸福这个料理呢，因为小朋友都不是很喜欢吃有皮的，像是红枣、黑枣都不喜欢啊，有皮的像番茄也不喜欢吃，没有错。那今天呢，我用的是黑枣，那黑枣有非常多的纤维质，然后会帮助小朋友肠胃蠕动。那但是因为大家不喜欢吃那个皮，所以我今天就是用黑枣部分直接用电锅蒸熟之后，皮就很容易取下来，然后把果核也剔掉了。哇，这样子的一个口感哦，怎么这么细腻啊？啊，还是很香哎！它就是会变成我们饭团里面的夹心的配料，就让它变成一个甜甜蜜蜜的感觉。然后我们今天准备的食材非常的简单，像这个呢，就是像我们一般超市都会买，就是杏仁小鱼干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坚果类的一些米果。那我们今天这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只要倒进来。哇，这个很棒哦！所以我们做给孩子的这个料理里面呢，再用一点巧思跟这个细心呢，就可以让孩子呢吃到呢非常好的这个营养。好。那这时候呢，因为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样子的食材？因为取得方便之外，像是小朋友们他可能就很不喜欢小鱼，也很不喜欢小虾，可是他喜欢这个米果跟我们的杏仁。可是这时候呢，我们又不用打碎机把它打碎，因为他会吃不到它原本的口感。可是我把它打碎，用我们的擀面棍，所以留有些许的这个口感哈。对，然后再加上它也挑不出来。对，有些小朋友吃到怎样呢？他会把那个鱼干的头弄掉，因为他觉得鱼干的头会苦苦的。所以呢，小丽老师呢就花了一点心思去想哦，我们今天呢把它变成有一点像小鱼干，又有一点不像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像是那个当成饭团的内馅，也非常好吃。那我们这时候像这样子可以压碎，但是还是看得到，但是它很难挑出来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就先放在旁边。那我今天选择了一个匈牙利的红椒粉，它会把我们的饭的颜色做一下改变。那红椒粉呢，大家听到有一个椒字，应该就会辣。可是红椒粉有椒一点都不辣哈。对，它如果真的要说辣度的话，是我们一般的辣椒的0.001。对，完全吃不出来，但是它有辣椒的香气哦。对，那我们今天一样非常简单，我们要把它做成一个造型。那我们今天的造型呢，就是用我们的三角形的饭团压模。那我们先混合一点点的红椒粉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拿一张保鲜膜，那我们就把它放在里面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是红椒粉的部分，如果大家不会很喜欢这个颜色的话，那我们就是稍微一点点就好了，因为有些人会怕那个味道，它会有一个特殊的香气。对，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别的粉，像抹茶粉啊也很多嘛哈，还有海苔粉啊、紫苏粉啊、甜菜根粉、姜黄都有。现在有很多这种网络上也在卖所谓的蔬菜粉，尤其都是天然的还有菠菜粉。那你就可以根据呢，它需要什么营养，或者它喜欢什么颜色来做变化。那我们只要放一点点之后呢，我们就把我们刚刚的秘密武器拿出来了，就是非常营养的这个杏仁呢，跟我们的小鱼干。要记得要把保鲜膜压进来，然后把它压紧。那因为我们等一下要下锅，也是有点煎的像米饼一样，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是要把它压紧一点，让它变成一个三角形。我们就是直接干煎它，那我们主要就是有它的香气，然后呢，口感上面又有层次的变化啊，就是说有点像那个锅巴，但是不像锅巴那么干。对，那中间就放上小朋友们平常鸡汤里面都不吃的黑枣，还有把呢所谓的这种让人家会嫌弃的这个食材呢，不知不觉就把它混过去了。我们再做一个。其实我们现在如果要更红的话，我知道有在卖甜菜根粉，有甜菜根粉，对，它有点粉紫，然后还有红曲粉，也很漂亮哈，那也很营养。
那就可以让小朋友们创造他们的想象力。我今天想要吃的是咖喱粉的，或者是什么样子，因为这样子做起来的造型，那小朋友们也会非常喜欢吃饭。那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饭团呢，我们中间除了要用黑枣来做一个内馅之外呢，我们当然不能忘记就是要装饰。对，因为小朋友们要吸引他们呢，因为他们是非常视觉的，所以呢，一个餐盘里面他们希望是有7种食材，可是却是要5个颜色。我有注意到呢，小丽老师并不把整个的油呢倒进去啊，就是说，用刷子呢让这个油呢，至少我们在煎这个饭的时候呢，比较不会黏哦。就让它慢慢的煎。那饭要记得要压的时候要用一点点的力气，不要一煎的时候这个三角形呢煎出来变圆形。那我们就把它放下去煎。那我们就转小火，因为我们这时候呢要来处理我们很营养、很健康的食材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呢，要跟大家分享是怎么处理这个秋葵啊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是不是很多人这个秋葵买回来的时候，它前面有一个这种毛毛的，然后像小叶片的那个东西，我通常都把它切掉了。结果小丽老师说：“来，请说。”像我们其实呢，秋葵最营养的就是在这个尖尖的头这边。那小丽老师怎么处理呢？我今天呢要告诉大家说我平常处理的方式。那我现在现场会示范给大家看看这个。你看看我们的秋葵，其实它有非常多的细毛。是。所以呢，它其实如果直接我们穿烫完吃的时候，小朋友除了它的黏液不喜欢之外，又会觉得粗粗的不舒服。没错。所以只要家里有盐巴。就可以做处理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试试看，我们有没有烫过之后颜色比较翠绿。那我们只要拿一点点的盐放上来，注意哦，要用这2个小指头，可以训练小朋友哦。那我们要记得要把秋葵压好，然后我们要像我们这样子顺着，就是由这个顶部啊头部的地方呢，往它的这个尾巴的部分顺毛这样子，稍微呢刷一下。对。那我们也是烫完之后很容易，它就把它剥掉了。对，所以你不要在烫之前把它切掉。对，是整个烫下去之后呢，它很容易剥开，你就直接把它那个像小叶片那种东西一剥就掉了哦。用盐把它去了细毛之后，我就把它在水里面。真的好绿哦，跟原本的这个比，超绿的。等一下烫之后也会很绿吗？对。那我今天准备了这个是我们的鱼板，烫熟了之后呢，我们要来做造型啊，这样还不够美啊！我们要让它这个美到爆表哦。好，像我这样子把它卷起来，穿烫之后卷起来之后呢，我就会用我们的意大利面吗？对，我看起来像意大利面，真的是意大利面。对，是意大利面。那这时候呢，我就会把它有一点切开来，就是我要让它变成一朵花哦，对，让它有一点层次感。所以它要比较短一点哈，就是说，对，因为越外围呢其实是越开嘛，那越开的话，你就是这个它的宽度呢要再短一点，对，调整一下，像这样子。等一下我们就是这样子放在饭团的上面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我现在要盘子了，我们很快就要装盘了，这非常的简单。我们这个幸福找的也太容易了吧？找到幸福怎么这么是非常容易的啊？所以幸福并不难哦。我跟着小丽老师，跟着厨娘，我们就很容易可以找到幸福了。好，这时候呢，这个黑枣完全都没有加任何水，是非常的甜哦。所以这样讲到很喜欢。你这样讲到我都很想拿一颗来试试看呢。我们来吃吃看。有没有很甜？好好吃哦！又找到幸福了吗？好，这时候我非常的简单，然后我们就是把我们的饭再把它叠上去吗？叠上来，对，没错，我们就是把它。所以我们这时候又要跟小朋友分享叠叠乐了哦，小朋友最喜欢叠叠乐了。OK， 然后把我们刚刚的花，然后要保持它的形状。好，那这时候因为找到幸福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开心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用这个枸杞，把2个枸杞放在一起拼成一个爱心的形状。
煮好秋葵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把秋葵捞起来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挑一根。这时候我们再用一点我们的葱花来做一个装饰。那小朋友不喜欢葱，我们就放一点葱来装饰。小朋友不喜欢秋葵，我们当然也要拿秋葵来装饰。反正就是想方设法，一定让他们把这些的营养全部呢，非常高兴的、兴高采烈的把它通通吞进去了。对，像枸杞可以放一点。配一点这个红色的这个枸杞哦，让孩子的眼睛呢更加的明亮哦。好，真的是超简单啦，但是呢，非常的讨喜哈，整个那个装饰。